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3月10号。這一期啊，咱們聊一聊彩禮。這個彩禮这個話題啊，咱們以前聊過很多回。今天為什麼又聊這個話題呢？是因為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啊，高額彩禮再次成為熱議的焦點。全國人大代表李彥峰提出制定彩禮限額，並對低彩禮家庭給予創業就業激勵。還有代表建議以家庭年收入2至3倍作為彩禮上限。這些提案呢，迅速登上社交媒體熱搜，引發公眾的廣泛討論。正好這個南風窗前兩天他有篇報道叫整治彩禮風向正在改變。所以我們看一看現在整個社會對彩禮這個現象認識有沒有進一步，怎麼解決這個問題？高額彩禮這個現象肯定是不正常，但是牛馬韭菜如何應對呢？或者如何看待認識這個問題非常重要。這個南風窗他說就在不久前2026年2月底全國兩會前夕發布的中央1號文件明確指出，要深入實施文明鄉風建設工程，持續整治農村高額彩禮，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引導樹立正確的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培育簡約文明的婚俗文化。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從中央1號文件到全國兩會的提案，對高額彩禮的持續聚焦，釋放出怎麼樣的一個信號？我們不能否認在現實生活中彩禮問題極為複雜。作為婚嫁6禮之一彩禮發展至今早已不只是禮儀象徵，而是交織着婚姻觀念、傳統習俗以及人口經濟結構等多重因素的複雜產物，也帶來不少法律隱患。北京天池君泰律師事務所律師合夥人鄧文峰告訴南風窗說，高額彩禮既可能讓給付彩禮的一方家庭背上沉重經濟負擔，也容易為婚姻穩定埋下糾紛隱患，常常成為婚姻破裂的導火索，甚至引發刑事案件。那這樣的報道很多他表示在具體的裁判中，法院會綜合考慮雙方習俗、感情基礎以及客觀經濟能力等因素，盡量平衡各方利益。此外，法律關注的另一類情況是借婚姻索取財物，如果涉及騙婚或詐騙，一方面彩禮需要返還，另一方面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這個鄧文峰曾接觸過一名女性當事人，她以相親訂婚為名，在短時間內先後騙取多人彩禮。這類在短期內向多人收取彩禮或根本沒有結婚打算，收取彩禮後消失的行為，往往涉及借婚姻索財或騙婚。我想起了這個應該幾年前吧，北京發生了一起一個女的和一個碼農然後他們兩人好像結婚了然後這個女的就不停地向這個碼農索取財物，後來威脅這個碼農，碼農恐怕在財務方面有點瑕疵是吧，或者有點灰色地帶，碼農一害怕還是怎麼着了，然後就自盡了。後来這個案子拖了很長時間我有印象，這個網上一直在討論，應該是去年什麼時候，這個女的被判刑了，我这名字忘了這也是成了一個典型的案例。當然了，他那個不是彩禮了，他那個主要是叫過度索取，對吧？加上威脅，總之反映的都是男女之間這種財務這種叫糾紛。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並於2024年2月1日實施。規定指出，從司法實踐看，涉彩禮糾紛案件數量近年來持續上升，甚至出現因彩禮返還問題引發的惡性刑事案件。在此背景下，司法解釋進一步細化了彩禮糾紛的裁判規則。基於彩禮具有目的性赠與的特点，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相關解釋基礎上，綜合考慮雙方是否共同生活、是否孕育子女以及雙方過錯等因素，对裁判標準作出補充。鄧文峰認為，這一規定細化了彩禮返還的考量因素，有助於統一裁判標準，更好平衡雙方利益，也就是在推動彩禮回歸禮的本意。不過在現實中一些地方仍存在舉債給付彩禮的情況，也增加了法律認定的複雜性。
如果男方婚前舉債用於給付彩禮，而這些錢後來用於夫妻共同生活，是否形成共同債務，就需要結合共同財產和共同債務的認定來判斷。鄧文芬說法律對這一婚俗的介入不斷加深，也反映出重建健康婚姻秩序的迫切性。南風窗說這個整治行動，婚姻的基礎本應是情感依賴、信任合作和共同生活的規劃，但當彩禮金額不斷攀升，情感契約更容易被利益糾葛所裹挾。短期來看，高額彩禮直接抬高了年輕人的結婚成本，為了積攢彩禮，很多人不得不推遲結婚年齡，這會影響他們生育時間安排。同時，高額彩禮還給家庭帶來了沉重負擔，一些家庭甚至舉債結婚。在經濟壓力下，新組建的家庭對生育往往更加謹慎。這個是從這個高額彩禮導致了不婚現象，導致了這個人口下降，從這個角度，对吧？推遲生孩子，推遲結婚，是從這個角度來說問題。這個我怎麼說呢？多少還是把人當工具來看吧。也就是他着急的并不是彩禮本身，也不是結婚本身，而是人口下降。我們接着看他說甚至高額彩禮本身也让一些適婚群體被排除在婚姻市場之外，帶來結婚率的下降。此外，在公共輿論層面，圍繞彩禮的討論也容易激化性別敘事的矛盾。這倒是因為彩禮特別容易導致這個男女對立。我認為這都是認知問題。從更長遠看，這些問題都不利於我國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推進。你看它目的在這兒，什麼人口高質量發展，高彩禮導致了人口高質量發展的阻礙，對吧？影響了推進人口高質量發展，所以就导致整治彩禮我認為它是变味了。實際上，自2019年至今的8年間，相關文件已有7次提到治理高額彩禮，例如2022年提出要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移風易俗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整治。2023年則強調強化村規民約約束作用，黨員幹部帶頭釋放。有些網紅超市，對吧？作為一個企業，不僅釋放，人家還管到員工的婚丧嫁娶，恐怕都是在這種政策的这個示範之下，有些網紅超市急於表現呢，響應政策號召。2020年初首次提出加強審計毗鄰地區聯動治理。之所以特別強調跨省，是因為如今跨省通婚已十分普遍，不同地區通婚差異明顯，而熟人社會中的攀比心理也使彩禮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徵。聯動治理是為了形成更有效的整治合力。彩禮的地域性很強，各省差異也很大。鄧文芬表示比如網傳高彩禮較為集中的江西、福建等地，涉及金額較大，相應的財產糾紛也更容易發生。他曾接觸過一位江西男性客戶，婚前男方按照當地習俗向女方支付了數百萬元彩禮，但在婚禮前雙方發現並不合適，關係破裂，男方隨後起訴要求返還彩禮，最終雙方在法院調解下達成和解，大部分彩禮被返還。在不少農村家庭中，為了完成一場婚姻，傾盡積蓄甚至舉債的情況依然存在。我不知道人家要數百萬的彩禮他也給，那這是什麼人呢？是娶明星嗎？還是娶什麼人？所以說皮褲套棉褲必有緣故你說如果當地都是20-30萬，那你也掏20-30萬，那是叫符合常理，那叫水涨船高，那沒辦法。江西的彩禮難道到達數百萬了嗎？這不是開玩笑嗎？這不是彩禮這是資產併購，那雙方不合適，關係破裂，那叫併購失敗，對吧？這已經超出了這個結婚婚姻的範疇了，更像是一個企業收購另一個企業。本該通往幸福的婚姻，有時卻變成兩個家庭沉重的經濟負擔。與此同時，農村空心化和性別比例失衡，也讓彩禮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影響婚姻市場供需關係的重要因素。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少地方將彩禮視為需要重點整治的婚姻減速器，相關措施多集中在遠離城市、人均收入較低、婚俗傳統較為濃厚的地區。在這些地方，彩禮不僅與家庭經濟實力掛鈎，也正如李彥峰所說，逐漸成為人情面子與攀比的象徵。我覺得這個倒是實情就是彩禮裡面有太多的這種面子、虛榮心、攀比，而且這種虛榮心、這種攀比越落後的地方越明顯，恨不得那點財富那點財產，對吧，都要掛在腰上。
上，頂在腦袋上，讓人都能看得見。文章說啊，例如以天價彩禮著稱的江西，這些年出台了多項限制彩禮的政策。2023年，江西省民政廳等14部門印发關於開展農村婚嫁彩禮專項治理若干措施，提出以當地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作為彩禮參考上限。同年，江西吉安市遂川縣還組織適齡未婚女性召開座談會，邀請30名來自各村的適齡未婚女性簽署抵制高價彩禮承諾書。你说這個啊，反而導致人家更加不婚，對吧？更不願意結婚，更恐婚。你說一個小姑娘，對吧？23、24歲，那農村裡20歲不結婚都已經，對吧？晚了。20歲被村裡面啊或者鄉裡面叫去開會，讓你承諾啊，以後不要高彩禮。你說這叫什麼事啊？你想一想，對吧？這些勾勾的。隨後，江西多地陸續明確彩禮參考標準。福州市金溪縣提出農村彩禮原則上不超過6萬元，新餘市分宜縣將彩禮控制在6.9萬元以下，南昌市新建區則要求農村彩禮控制在8萬元以內。2024年6月，寧夏銀川市新沁區推出了一系列鼓勵婚俗改革的措施，選擇零彩禮、低彩禮的新婚夫婦以及女方父母家庭在申報養殖項目、創辦家庭農場等方面可獲得優先支持。持有零彩禮、低彩禮證書的，還給你發證書啊！你結婚沒要彩禮，給你發個證書，光榮啊，對吧？你結婚如果要的彩禮低啊，象徵性的要個幾千塊，也給你發個證書，榮辱證書啊。憑着這個證書啊，可在一定年限內享受景區門票優惠、購車優惠。2023年，河北滄州河間市推出市長頒證品牌，為零彩禮、低彩禮的新人頒證，並在每年5月20日舉辦零彩禮集體婚禮。同時，當地還將婚俗改革納入鄉鎮考核體系，設立鄉風民俗黑紅榜進行動態排名，通過榮辱證書的方式，讓低彩禮、零彩禮逐漸成為值得認可的選擇。這是從觀念層面推動婚俗轉變的一種嘗試。觀念變化，彩禮問題不像某些危害他人和社會的違法違規行為，可以在法律法規層面明令禁止。他說也不是一種經濟產物，因此不能放任市場來調節。那他的意思就是這玩意兒就得管，一個你不能立法，他也沒犯法；第二個你也不能放任，也不能靠市場來調節。所以政府的手就要上了，就要管，就這意思啊。為什麼不能放任市場來調節呢？市場並沒有錯啊，市場也可以調節。恰恰是因為這個手在干預，市場失靈。兩個家庭之間的彩禮交換本質上仍屬於私人事務，很難通過強制手段完全規範，這是社會風俗治理的複雜之處。從公共治理的角度看，彩禮是不可能被取消的，因此各地的彩禮整治更像是一種軟治理，抑制極端化，減少社會攀比，引導價值轉變，可能是整治彩禮的有效方向。從現實實踐來看啊，通過倡導低彩禮、零彩禮，的確有助於改變以高彩禮作為面子工程的婚俗環境，融入表彰與政策優惠，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家庭之間的攀比心理。這些舉措確實吸引了一部分新人加入低彩禮行列。根據河北省河間市民政部門統計，自2021年4月至2023年3月，當地登記結婚的7721對新人中，零彩禮、低彩禮的比例達到89%以上。問題是他這個怎麼統計的呢？就是雙方給沒給彩禮，你是咋知道的呢？政府是憑什麼知道呢？這玩意他又不上稅，對吧？又不用開發票，又不開增值稅發票，又不簽合同，對吧？雙方又不用電匯，对吧？很多都是現金啊。你說雙方到底給沒給彩禮？是零彩禮還是低彩禮？還是說88萬8？你政府怎麼知道呢？通過什麼手段知道的？所以這些啊都是扯淡的，沒有什麼可信度。當然，彩禮高低並不能只看絕對數字，還需要結合當地收入水平和家庭實際開支。例如，民政部門調研顯示，2018年以前，河間部分鄉鎮彩禮最高達到18萬8，而當年當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45萬元，因此如此高的零彩禮、低彩禮比例可謂意義重大。這個實際上已經失去了統計的意義啊和價值。從鼓勵從低到探索限高，各地整治高彩禮，大多希望通過制度激勵或減輕婚姻中的經濟與人情負擔，維護婚姻本身的幸福目標，逐步重塑更健康的婚俗結構。在这個鄧文峰看來啊，隨着城市化推進和觀念變化，彩禮
禮在現實婚姻中的意義也在發生變化。對許多適婚年輕人來說，往往是父母比他們更看重彩禮。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認為，婚姻的核心是两個人是否合適，感情是否穩定，能否共同經營家庭、承擔責任，這些比彩禮更重要。邓文峰說年輕一代更關心家庭經濟安排、家務分工、育兒責任以及夫妻之間的溝通方式。這些問題或許比彩禮更難達成共識。但人們在婚姻中越來越看重和追求上述價值時，添加彩禮的社會土壤也會逐漸變薄。當進入婚姻的人能夠在關係中獲得足夠的尊重、獨立與安全感，彩禮的重要性自然也會慢慢降低。這是南方莊的關於這個整治彩禮風向正在改變。雖然關於彩禮這個話題咱們以前說過很多回，但是今天我們繼續聊這個話題我們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一說這個南方莊的報道各個地方整治彩禮是下了大功夫，但是恰恰就這麼一個彩禮問題，實際上它是一個婚俗問題、民俗也值得政府大动干戈去治理。這個本身就是個問題，本來它是通過市场調節，當然了，市场不能完全調節，那就要通過教育引導。現實中彩禮問題是变得越來越複雜，它交織着文化傳統、經濟壓力、人口結構和社會心理多重因素。那就在兩會期間由於媒體的報道，彩禮問題在两會期間被放大。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等主流媒體聚焦整治行動，強調高額彩禮與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相悖。社交平台與微博、抖音這個高額彩禮的這個話題閱讀量超過10億次，用戶分享親身經歷，反映城鄉的差異。所以我們今天要聊什麼呢？首先這個彩禮這個現象為什麼越来越突出？彩禮現象越来越突出，這個過程中是伴隨着政府是不斷的干預，叫整治。刚才媒體報道了，那為什麼政府越整治，现在彩禮這個事情它越來越突出呢？你比如說江西吧，對吧？江西從幾年前就開始整治各個縣、各個鄉鎮各種提倡，對吧？各種這個限高，那為什麼越整現在越嚴重呢？這個是要我們去考慮的，對吧？去多思考的。那麼關於彩禮的這個糾紛是越來越多，不僅發生這個經濟糾紛，而且還有刑事案件，對吧？甚至有媒體報道因為彩禮導致什麼滅門這種悲劇一方面是彩禮这個水漲船高，那這個跟當下的這個社會的這個浮躁的這種風氣有極大的關係。我們很多人我們牛馬，我們韭菜，一個月拿3、4千、4、5千的比比皆是，對吧？我以前就說了，你就是在西安、在合肥，甚至在南京這些省会城市都還不錯的，对吧？或者成都，你看着那些衣着光鲜的那些俊男靚女出入寫字樓，他們的工資就是5000塊錢，對吧？這個通過國家統計局還有財政部的數據，個稅繳納的人數，這個你都能知道。但是偏偏是這些拿着4、5千或者3、4千一個月的人，但是他們通過短視頻平台，通過自媒體，他們對吧？對那種年入100萬是吧？月薪幾萬，好像感覺無感，就覺得好像人人都應該這麼多。其實這是個巨大的反差就是他實際上他自己掙不到這個錢，一個月3、5千的，但是他又覺得幾萬、幾十萬的那都是小數不多。我看晚上前一段子不有個梗吗？說一個女的对吧，跟她老公離婚以後她在感慨說原來一個月賺3萬這麼難，因為她老公賺3萬好像她看不上嘛，總是挑剔嘛當然這就是梗就這意思，就是這個社交媒體的這種渲染這種浮誇、這種炫富，導致年輕人更多的是非常浮躁。浮躁到什麼程度呢？對吧？雖然自己掙3、5千的，但是他不覺得年入20萬算多，對吧？你說這就是背景之一也不能說全是這就是背景之一。第二個呢，實際上現在就業是越來越難，失業的越來越多，降薪，對吧？工資發不出來，這些導致什麼？導致年輕人攢錢很難。不要說年輕人攢錢難，就他父母攢錢也很難。那麼他結婚的時候，這個彩禮是水漲船高嘛，對吧？雖然經濟不好你們有沒有發現，我們 GDP 已主動的下調到 4.5% 了，但是沒有聽說彩禮主動下調的，也就是大家收入在下降，彩禮穩中有升，不給你漲就不錯了。那這樣的話導致個什麼呢？導致對吧？因為大家都是勒緊褲腰帶在攢錢付的彩禮，那麼一旦這個婚姻不合適的時候，那彩禮就必然成為一個矛盾的焦點，因為這筆錢很重要我們假設一下对吧？你的收入
增加了好幾倍，彩禮沒有漲，那這彩禮對你來說就無所謂，對吧？丟了就丟了，要不回來就算了，對吧？我有這個功夫啊，我再努力工作1年，彩禮就回來了。你大部分人都會這麼想。但是現在，对吧？你個20萬的彩禮，你這5年你都攢不下來，10年，所以這個一旦婚姻不合適，對吧？這彩禮那必須得要回來。哎，這就跟那個為什麼綠皮火車啊，哎，突然火了，那就是因為你高鐵雖然是2小時到，綠皮火車是6個小時到，但是你這節約這4小時，你不是掙不着錢嗎？对吧？那你這坐6個小時綠皮火車，你能省個好幾百，一個邏輯啊，就是彩禮也是的，對吧？一旦這個婚姻不合適的時候，彩禮就必須要，這就是糾紛嘛。因為這個錢一旦要回來，那我這後面好幾年，对吧？我要不要的話，後面好幾年都掙不到這個錢，所以這就會導致這個彩禮就衝突啊更加加劇，掙錢難，對吧？我想啊，如果每個年輕人賺錢的很容易，对吧？他隨隨便便就能拿1萬2萬一個月，那他彩禮10來萬的，他就無所謂了，對吧？我頂多1年白幹嘛，我給你打官司，那也得打半年1年的，對吧？扯皮。所以這是我認為啊，是在經濟在下行，大家賺錢越來越難的情況下，這個彩禮的矛盾它就越來越突出。所以你就是政府去治理也沒用。反過來啊，政府的治理是加劇了彩禮的矛盾，对吧？你本來彩禮就是2個人的事情，2個家庭的事情，現在你政府一插手之後，它還增加了很多隱性成本呢。就是以往是光明正大的跟你要28萬8，那現在不行了，现在只能說要3000，对吧？第一彩禮嘛，完了剩下的28萬5，你得通過別的方式給我，這不增加了成本嗎？而政府那邊呢，你想想，任何治理它都要加人手，編制要擴大，對吧？基層的要編制不擴大，那他就請那個叫什麼編外人員，那不都要花錢嗎？不都是吃財政飯嗎？那就是大頭是不是要開支就大了？大頭開支一大，那你這些小頭啊，你這牛馬韭菜分的就少，你就更難賺錢，這不是就惡性循環嗎？這就是我們那個特色啊，就是我們民眾的這種自我約束啊，自我管理的能力太差。凡事啊都要希望政府來管，希望企業管，希望有個人管着。任何事情都是，你看彩禮一高，那就政府来管。我没聽說過美國啊、英國這些發達國家哪個國家就管彩禮，韓國、日本管不管？我不知道啊。反正相反啊，管彩禮的就是印度、巴基斯坦，這些地方他在管彩禮啊，跟咱是一樣的。但是管了也沒用，大家可以去網上查一查啊，印度啊、巴基斯坦這些地方跟咱們是一樣的，管彩禮不讓你多付，但是越管越亂，反而加大了行政開支成本。又養了大量的無用的人，是不是啊？就像管計劃生育一樣嘛。這個又形成惡性循環，導致青年人牛馬賺錢更難。你賺錢更難，那個彩禮它也不降，那你這個彩禮的矛盾是不是更突出嗎？糾紛就更多。剛才文章也說了啊，這個它不是法律問題，也就是它又不涉及犯法，但是呢，市場也不能調控，所以政府就得管。我認為它這個邏輯是錯誤的，市場能調控，正因為政府管了，市場就調控不了，對吧？這裡面彩禮啊，我認為彩禮有它合理的一部分，當然也有不合理的一部分。什麼叫不合理呢？不合理就是父母把彩禮拿走了，這叫不合理。那就屬於買賣人口啊，那就過去在青樓啊，族人這個青樓的這個女子不錯，對吧？要給那個老鴇給他一筆錢，把這女的娶走，那不就是彩禮就變成這個了嗎？對吧？這個是不合理的。如果說彩禮啊，那只是雙方家長一種這個叫轉移支付，最後給這個小家庭啊一筆錢，只是這個錢誰來支配，對吧？有的因為這個彩禮嘛，88萬或者是38萬是由女方拿着的，但是他又带到這個小家來了，对吧？一起花費，那這個也就沒那麼惡劣了。那彩禮高點低一點，反正都是你們，對吧？以後的這個生活費或者叫啟動資金，這個就沒什麼，就是那個矛盾那麼大，是吧？女方家長把這個錢眯了，或者拿去給兒子娶媳婦用，那這個就顯得不合理了。但是總體上不管彩禮高還是低，那不是雙方談判嘛，对吧？雙方博弈嘛，你有本事的有能力的，恐怕1毛錢不用花，那岳父還得給你倒貼一點，对吧？你啥也不是，对吧？然後這個各方面也不突出，你打動不了人家，那人家給你多要點錢也沒毛病。你看很多女的她總想有個保障呢，对吧？你得證明你的實力啊，你得證明你的誠意等等啊，這些咱們以前節目都說過了，對吧？這些什麼是合理的，什麼不合理的，這些東西都需要雙方去博弈，對吧？作為一個男的，你要想少掏彩禮，你沒錢，但是我有才，我有能力，那你就得把你能力展現出來啊，然後你就自我認可。你一沒錢，窮的叮當響；二也沒什麼能力，但是就會吹，就自己自我認可，認為自己還行，但是你得不到人家女方的認可，那人家就是給你要高彩禮，是吧？還得從自身找原因。畢竟有很多人，对吧？1毛錢沒花，媳婦也娶到家了。
所以最後我再說一下啊，这個事情怎麼解決呢？我認為啊，還是要從教育入手。這個教育要從對吧，初中小學開始教育什麼呢？不是說教育啊，小學就開始教育不要彩禮，不是這個意思。你要想完整的把這個問題解決掉，你就要像美西方那樣的，就是你從幼兒園開始培養什麼叫獨立人格，對吧？尤其是女孩子，你要告訴她什麼叫獨立。當這個女孩子啊上了大學或者高中畢業，她有很強的獨立意識，她知道自己是個獨立的人，不再依附于家庭，那她這個彩禮的這種對吧，叫入鄉隨俗這種陳舊的觀念，她就越來越少。那這樣的話，父母啊想控制她的婚姻也很難。大家想象一下，兩個年輕人結婚，為什麼他爸就能要彩禮呢？這是邏輯在哪兒？過去可以，咱們是現代社會啊，对吧？咱們信息化，現在都是人工智能了，对吧？你父母要彩禮，邏輯在哪兒？而很多女孩子啊，有的上了大學，有的上了研究生，還有的上了博士，她也是這樣逆來順受，父母要什麼就是什麼，父母做主，把自己培養成一個大寶貝，沒有獨立精神，對吧？一旦大學一畢業啊，自己拿工資了，你就已經獨立了，你是個獨立的人，不是你父母結婚，是你自己結婚。所以父母有建議的权利，但是没有決定的權利。所以很多女孩子一相親啊，然後就我父母要18萬8，我父母要28萬8。當然了，這個現象要什麼時候解決？那需要慢慢的，對吧？移風易俗啊，需要時間。所以首先啊，要從小抓起，就是這種獨立人格的教育。那恰恰我們就缺這一環，我們教育裡面好像對吧，有意無意的回避這些。我們是要把人教育成什麼呢？是一個集體，對吧？你要服從組織，你要服從家庭，你要服從領導，你要服從父母，是不是這麼個教育模式啊？你如果说一直在堅持這樣的教育下去，你這個彩禮問題是解決不了的，而且只會越來越嚴重，惡性循環。就我們的教育是把人教育成個大寶貝，聽話，對吧？讓你往東就往東，讓你往西就往西。你在家聽老公的啊，沒老公就聽父母的，在外聽公司領導的，對吧？聽組織的，聽物業的。總之你自己最好不要有什麼想法，你服從就行了，順從。是不是我們的教育就這樣？我們的教育這樣，所以導致了啊，這個你在美西方這些，對吧？結婚都不叫問題。當然了，美西方有美西方的問題啊，咱們也不能說美西方啊啥問題都沒有，不是這意思啊，對吧？他們結婚雖然沒有彩禮，但是他們結婚的這個據說花費也不小啊，而且這個結婚的花費那絕對是兩個年輕人承擔啊，雙方父母是不管的，他有他們的問題。當然了，我們也不能否認啊，這個政府啊和法律在這個婚姻這塊起的作用，約束，對吧？你比如說我們現在如果說女性處於弱勢，那你的婚姻法就要對女性要傾斜。你比如說德國啊，也據我所知，我說的不一定準啊。德國人如果說你要離婚了啊，好像这個因為德國好多女的結婚生孩子就成了家庭婦女是吧？有很多人啊。那麼你像這種人，你一旦離了婚可以，你這男的還要養這個女的，而且養孩子，這撫養費好像是這樣吧？不像我們這兒一離婚對吧？你這給孩子撫養費就完了。在德國好像不是，你還得給媳婦撫養費。但是也可能我記錯了啊。我覺得這就是叫傾斜嘛。這樣的話，那女性她就不覺得自己是個什麼弱勢群體。所以我歸根結底啊，這個東西如果你不通過教育來解決，而是通過政府的手來解決，那只會越來越亂。我們明年還要討論彩禮問題，後年還要討論。咱們以前一直說啊，咱們是小農經濟啊，後面突然遇上改革開放，加入 WTO， 所以這個速度有點快導致什麼呢？一條腿邁進了現代社會，另外一條腿還在農業社會。農業社會的一個特徵就是家庭觀念，就是集體觀念非常重，就是大家庭啊，不是小家庭，觀念是非常重的。那這些都需要啊時間，需要大家從觀念上慢慢改變，真正的邁入現代社會。那個時候這彩禮的現象啊恐怕就少了，或者說是不合理的部分就少了。有很多人說啊，北京上海那发達地區你看就沒有彩禮問題，實際上這錯了啊，北京上海沒有彩禮問題，但是啊，結婚的負擔重，跟這個美西方是一樣的。年輕人你在北京結婚的話，那你要買套房吧，那這房誰出啊？還得雙方家長想辦法湊錢，對吧？你付首付，他買車；你付首付，他裝修。沒有彩禮的事，但是雙方家長都少不了掏很多錢，是一碼事啊。只是那些農村的啊落後地區，深深的要一筆錢，88萬、38萬、28萬，顯得有點這個過於生硬。最後再總結一下啊，要彩禮問題要想解決，一是提高教育，第二個是提高收入，雙管齊下，必見成效。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